综艺天王吴宗宪育有3女1子，平日他虽忙于工作，不过对孩子却相当有一套。近日他在节目中透露，老婆张薇薇有次找不到小儿子露西派，向吴宗宪求救，孩子都不接电话，结果吴宗宪只传了一句话，露西派立马反问你在哪？吴宗宪在节目综艺大表示，张薇薇有次打电话来跟他说露西派没在学校，打电话给他也都不接，他着急之下打来求救。后来他拿起手机私讯儿子你要不要看哈利波特，没想到不接老妈电话的露西派竟然秒回你在哪里。吴宗宪暗笑回他自己刚在北投打完球，准备回台北，此话调出露西派招了自己没去学校，正在适龄。最后吴宗宪回说不然我去找你，一出马果然解决张薇薇烦恼。吴宗宪分享，跟孩子最好的相处模式不是纠正他，而是成为他的朋友。在孩子遇到问题时，他也会陪伴孩子走过每个难关。